今年台湾灯会伫咧台南举办，配合台南建成400年庆典，市政府即届也扩大举办，到达有26万人次来遮观光赏花灯。也因为人多车就多，市政府公告的配套措施，却引起在地民众反弹，讲安尼影响到因平常时的出入。交通局也回应讲，今麦已经有调整管制时段，也有路段咯。 天顶有900台无人机摆出台南400顶各种多样，佮有宴会表演，现场人抢滚。这个人16档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，到达城26万人来赏灯。为着要互交通会当通透，市府公告不加侪配套措施，不过所在地民众怨讲管制伤严，影响到因的生活。有人指控交通管制人员的态度不理想，警方嘛出面驳回。交管人员他说这次的态度不是很好，这样啊，说去倒垃圾的时候就是有。 其他邻居也有都是这样反映，就是已经有跟他说地址在哪里，他就说啊你啊不是在那边嘛，为什么一定要从这边进？他就说我就住这啊，不方便了。像我回去补几个东西回家，我要经过4个那个管制站，我就觉得我快被烦死了。有带动观光人潮，但是有造成那个在地居民这个生活不方便啊。每日在举行勤教。 以办喜事的心情，请同仁务必柔性执勤。交通局讲，灯会期间因为车辆多，地区管制范围较大。经过检讨，市府对初5嘛开始发放通行证，在咧自后点家庭单位，只要摕证件到公所第3换。另外，市府嘛甲车辆管制时间调整成拜一到拜四下晡6点半，那假期是下晡4点才开始实施。部分路段嘛取消管制啊。管制范围本地庆平路，伫咧裕平路东的部分，咱有管制，即马已经甲取消掉。另外伫即个平生路平生路伫安平路到运河路这段，咱嘛是甲取消管制，而且咱管制的时间本地较长，咱即马甲减少。台湾灯会会等到3月7日，虽然市府有设临时停车场，通互游客好停车，不过交通局也是呼吁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。这届嘛特别规划4条接送车的路线，通互民众利便来赏灯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